我的开讲机器人着之语，看字念字捌几字。有一天，我甲阿爸食饭饱，伫客厅咧坐，一时心失兴，问阿爸：世界上除了火车，啥物车上长？以上规半晡拢无应声，我才长尾等微风讲答案的时，伊紧摕手机仔出来查。我想讲，这是极头脑的笑亏问题，手机仔嘛无一定查会出来。想袂到，伊随大声讲：读车。我真好闲，伊是安怎查出来的？着用伊甲我教，我才发觉，伫阿爸的手机仔内底，竟然有即款遮好用的功能。阿爸真有耐心，甲我教讲要安怎用开讲机器人问问题，我才知影 ChatGPT 即种开讲机器人遮尔好用。ChatGPT 是一种软体，伊有正大的资料库，毋但会使抄找资料，阁会当倒写文章，对教学甲学习嘛真有帮助。上敖的是，你若想要买物件，伊阁会当互你各种产品的建议，互你找到上喜意的物件。毋过，想要找到有效用的资料，爱会晓落关键词，就是爱知影安怎去问问题，爱问机器人听有的问题。ChatGPT 有法度做的代志，已经超出咱所想的。伊的知识甲功夫，亲像婴仔目安尼，会当趟过3道壁，速度阁更加会惊人。连时间真久的Google 大神嘛介意卖比品质。即卖科技有影愈来愈进步啊！有一摆，我调故意问机器人：世界上啥人上水？伊煞甲我解说规大堆，教我爱欣赏、爱尊重每一个人，袂使干那看人的外表，互我感觉伊虽然是机器人，毋过真捌人情世事。阁有一个机会爱做教师节的卡片，我着输入画图教师节卡片，想袂到伊传互我的教师节图片，拢有够水的，我着直接甲伊印出来做卡片，阁伫面顶写一寡祝福的话。阮老师甲同学拢学了我做的卡片，真特别。迄时我偷偷伫心内感谢即个遮尔巧神的好朋友。毋过我发现 ChatGPT 听无台湾台语，问伊英语
甲华语的问题，伊拢翻译甲诚好。我若讲台湾台语，伊就互我问倒去啊！我家己咧想，的确爱读台湾台语，学好骨溜，甲咱的母语传承落去，安尼连机器人都做袂到的代志，我嘛会晓。恁讲我是毋是足有本领的？